元代才女孟丽君一家被全歼陷害，丽君女扮男装离家出走，后重视官居丞相。元成帝识破丽君乔装，以商议国事为由，约孟丽君出游皇家御花园。一路上，皇帝故意试探，孟丽君对答如流，字字珠玑。刘尚龄可谓越剧《孟丽君》中的经典，其唱词辞藻华丽，君臣的对话更是富有深意，听完令人回味无穷。孟丽君由王派传承人乌苏北扮演，皇帝呢则由海外越剧联盟洛杉矶副主席王亚梅扮演。王亚梅女士是前上海虹口越剧团的主要演员，主攻小生兼老生，毕业于浙江萧山艺校。在1990年霞飞杯江浙沪越剧大赛中，以秋江一折被专家和观众誉为越剧舞台上难得的优秀人才，并于2016年9月份策划和主演了庆中秋越剧音乐会专场，和乌素菲一起开始为越剧文化传播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《风流皇帝戏丞相》，掌声欢迎乌苏北和王亚梅。
子兄。